係有個緣分啦，又係緣分，同埋你上天派你落嚟，你完成任務未？你未完成任務，咩叫任務咧？你做得壞事多，你想死都唔死得。冇錯，一定個上天要俾你有咁慘就咁慘，最尾死得好慘。慢慢嘆下先，慢慢嘆嚇。當你完成任務嘅時間咧，你會咧無疾而終，咁走咗啦。冇錯，坦蕩蕩，坦蕩蕩，無憂無掛，無憂無掛，一陣輕煙駕住個白雲上青天，係啊，係嘛？係啊，跟住幾開心啊！來者輕鬆，好去者自然。當你未完成任務，賴屎賴尿喺張床度，將你以前做過嘅壞事嚇，害過人嘅嘢，全部不停咁重現。冇錯，主要咧來者輕鬆，去得自然。想死唔死得，所以嗰啲話冇咁容易俾你死嘅，係嘛？你要死係上天計過晒，一命二運山中水，四則陰功五讀書，全部講前邊講黑金生，咁而家講後邊。係啊，嚇，因果一定係有報應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餘魂未到，時辰未到，然後還要你三更死，你不得過五更。記住呢個問題，冇錯，所以乜嘢都整定。越多咧，前世唔係話陰世，好事壞事，你今生冇做過壞事，點解今生我咁呢？你係前世做咗壞事，所以你千祈唔好做壞事。我今生要做咩事嚇？然之後我而家冇事，邊度有因果㗎？你唔好醒呢啲咁嘅嘢啦，唔係唔信。你今世唔信，你下一世就知道我點解生響加沙，而家俾人係咁炸。係啊，係嘛？你點解生響個埃塞俄比亞嗰時早10年20年咪烏蠅撈硬核都冇你講，瘦骨如柴？你就問下我前世做過乜嘢？呢個咧，大家要講因果，呢個係科學㗎，絕對科學。好多人講極佢都唔明。科學解釋唔到嗰啲科學嘅咋。屙到尿就變咗蒸氣上天，雲變雨，雨變水，落翻嚟地下，又俾我由個地下抽翻水，又飲翻，又經過身體，又屙尿又排汗，不停咁變化，但係冇唔見到，只係個形狀。今次一杯水，下一次咧就一許水，下一次咧就係變咗嗰種羊嘅尿，下一次變咗個蚊滋嗰啲血液，但係全部個水分 H2O、氧氣加任何嗰啲二氧化碳，全部都係冇變到，冇走到。所以人唔好千祈唔好話我做壞事冇人知，天知地知，你自己知。你知道之後咧，你就會喺個心度啦。你喺個心度會記住自己啦，明唔明冇問題？咁你就算冇人知，冇人知，你個腦知，你瞓覺瞓唔着，明唔明啊？所以點解有時我哋做人錯咗之後唔係唔得改，錯咗之後一定要改。有啲先叫死性不改，咁就弊啦嚇，改咗就好啦，明唔明啊？我俾個蚊咬都係㗎，前世爭佢一啖血。冇錯冇錯，而家要餵佢啦。餵佢啦，佢如果想咬你，你隻手就會拍佢嘅。但係你唔拍佢俾咬到咧，呢個係你欠佢嘅，冇錯，唔需要後悔。係啊，啊，最尾佢咬到之後揾啲藥搽佢算啦。嚇，明白未？你上世欠佢一口血，今世還俾佢，呢個自然嘅。嚇，大家每一個人，我哋都要聽呢個問題。